我今次嘅角色係其實係一個臥底嘅警察啦。咁但係主要嘅部分都唔係講臥底嘅，係講之後要面對嘅一切啦。咁但係最大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其實我係一個好尊重呢個法律嘅人嚟。咁但係阿子丹嘅角色咧就啱啱同我相反嘅，佢係主張以暴易暴，同埋佢比較火爆。佢認為拳頭或者暴力可以解決一切，有時可能未必一定係法律可以制裁到嘅嘢咧，但係佢可以用佢自己嘅角度或者自己嘅暴力去阻止一切。我係要配合佢喺嗰個犯罪組織裏邊咧去搜集資料，但係因為佢嘅破壞咧，令到我咧每一次都危險重重。咁所以會同佢發生好多嘅衝突。咁但係私底下我哋兩個係非常之好嘅朋友嚟。咁所以喺呢個種種嘅原因之下，到我真係唔係再做臥底嘅時候咧，咁佢喺我身邊嘅鼓勵同埋扶持係比較緊要。我因為臥底身份，所以我其實係戲裏面咧喺開頭唔應該有愛情呢樣嘢，因為如果你有愛情，可能係分分鐘係你個致命傷嚟。人哋可以捉住呢樣嘢去要挾你做揾到你嘅真正身份出嚟。咁但係因為呢個角色本身係太過寂寞，咁所以佢係希望可以真係揾到一個固定嘅女朋友。咁但係佢同范冰冰嘅產生就係大家都係其實係一模一樣，個心態都係咁，但係就咁啱俾佢哋兩個喺嗰個時候棘着咗，咁大家喺埋咗一齊。咁但係到嬲尾後半部分佢做翻個差人嗰時候，又咁啱一個意外令到佢跛咗。但係范冰冰佢都不離不棄咁喺我哋身邊繼續喺度照顧我，咁所以就產生咗一段一世嘅感情。咁好多事件嘅發生啦，導致到我嬲尾都係放棄咗呢段感情，去同阿子丹行呢條不歸路。雷哥、小龍同埋恒宇咧，佢哋飾演三兄弟。咁首先講阿恒宇同埋阿小龍先啦，因為佢兩個喺動作方面都係比較強啲啦。咁所以睇佢哋合作上面咧，你會睇到佢哋喺現場好似睇戲咁樣，即係打到哇咁樣。咁同埋佢哋做今次嘅角色，佢哋三個都好唔同嘅其實。咁恒宇係其實比較細路仔啲，應該係比較近乎細路仔小朋友3、4歲嘅性格去做咧，就比較好睇，即係我覺得比較好笑啲，同埋比較有活力啲。咁同佢以往啲戲咧，好硬橋硬馬又好唔同。阿小龍咧比較冷靜啲、理智啲嘅人嚟。咁但係阿雷哥咧就比較係一個首領或者統領嘅感覺啦。佢係可以掌管一切、決定一切。但係又因為咁，佢有時有啲狂妄而導致咗成件事嘅破壞，甚至乎犧牲晒嗰啲佢兩個親兄弟咯。咁佢哋三個都好唔同嘅，我覺得喺呢部戲裏邊。咁阿雷哥我之前合作過啦，咁佢做戲我諗大家都唔使懷疑。咁加上阿小龍同埋阿恒宇佢哋嘅動作，我覺得佢哋三個都有一個好幾新鮮又我覺得幾得意嘅配搭嚟。子丹係一個好我首先覺得佢係一個好尊重電影嘅人啦。咁尤其是喺動作方面啦，因為佢自己係專長，咁所以喺每一場嘅設計佢都會花好多嘅時間。有陣時佢會係為咗個動作咧而花上一啲你幻想唔到嘅精力。即係慶幸我又唔係話動作太過多，咁但係對比喺阿恒宇或者係阿小龍身上咧，佢哋係比較多好多。咁好多場口佢哋係只係行嗰個走位，咁大概知道大家將會係咁走位，同埋有啲大概嘅動作。好多時都係佢哋自己即興。咁所以你見到好多時出嚟嘅畫面會比較真實啊，同埋拳到肉嘅感覺比較多啲。因為今次阿子丹嘅動作設計係用咗一種叫做 MMA 嘅一種打法。MMA 嘅打法就係將唔同嘅武術咧合而為一嘅去打出嚟。咁喺呢一方面嘅訓練咧，其實係比較難，因為冇可能係其實冇可能係喺一個短時間裏面學到咁多唔同嘅招式翻嚟。咁只係時間嘅累積咯。咁阿子丹頭先都有講啦，其實佢真正去發揮呢個武術嘅時候，都唔係呢部戲。佢嘗試嗰陣時已經係好幾年前。咁慢慢佢成熟咗，佢先正式擺晒落去呢部戲度去拍出嚟。咁所以你話如果演員真正要去訓練，就算用1年時間都未必學得晒。
咁只可以揀每個演員嘅特質去運用入去咯。因為頭先都講過，呢個打法係每一派都有啲喺裏邊。咁但係混合上嚟咧，就會變成一個好強嘅攻擊咯。咁佢會睇翻每個演員嘅特質咯。我自己戲嘅開頭第一場同佢打咧，就係用咗柔術嘅。咁我之前因為拍過一部戲係學過柔道，咁所以喺呢一方面都唔係太難。咁其他嘅動作設計，咁佢就會因應翻每一場嘅場景啊，或者演員嘅特質去設計。我第一次同佢合作係爆裂刑警嘅，咁個戲名講得好啱嘅，佢本身係一個好爆裂嘅人嚟嘅。但係佢呢個係佢嘅優點嚟嘅喺導演上面，因為佢諗嘅方法唔係好正規嘅。咁但係有時有啲唔係好正規嘅嘢咧，就會突顯到佢拍戲嘅一個手法咯。咁今次同佢合作，佢都係保持翻佢以往咁爆裂啦嚇，喺現場都係俾一啲好瘋狂嘅諗法俾演員，或者佢自己嘅設計上面。咁所以喺拍攝方面會係每日都有啲唔同嘅刺激啦。我覺得無論演員又好，無論係佢自己嘅睇法都好。咁我覺得對部戲有好大嘅幫助，因為頭先我都有講啦，呢部戲本身係一個警匪同埋一個臥底片嚟。咁香港嘅電影其實拍好多㗎啦。咁但係要喺一個咁大家拍咁多嘅元素之下，又要拍到一個唔同嘅角度，係一個好難嘅事嚟。咁我今次同佢合作，我發覺佢睇每一件事嘅睇法咧係再多面咗咯。咁喺多面咗嘅角度之下咧，其實佢喺個腦裏邊咧係不斷咁產生衝突，而導致到好多好奇怪嘅諗法出嚟。咁佢係擺咗落呢部電影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新嘅諗法嚟。最難忘我反而係揀文戲嗰方面。因為有一場戲就係決定究竟我應唔應該犧牲自己嘅正義感去救翻自己嘅未來。咁但係後尾我都係犧牲咗正義感。但係呢個係大家一直以嚟，就算係死傷無數啊，自己去犧牲好多嘢，都係希望可以捉到嗰班人，但係最後都屈服咗喺嗰個正義上面。咁阿子丹就係因為咁咯，就係佢覺得點解有時法律又好，或者你哋嘥咗警察咁多人力物力，都未必可以制裁到嗰班人。佢最後都係揀咗以暴易暴去解決咗呢個問題。難忘嘅原因係我覺得因為同呢個社會其實好唔大家都好尊重法律。咁但係睇嘅角度究竟係咪好似我哋呢部戲要表達咁樣咧？咁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信息嚟。我自己覺得難忘就係唔應該係凡事係用拳頭去解決，係應該用理性或者係用一個大家公平嘅競爭方法去解決。咁呢個我覺得，因為有幾場嗰啲法庭戲，你都嗰個一路落嘅係嗰場戲。咁我覺得嗰個心態好緊要咯。究竟你應該點樣抉擇嗰件事？希望大家8月可以入場支持下《導火線》，因為我覺得係一部比較難得嘅一部有誠意又真係拳拳到肉嘅一個動作片嚟。